后来这半年来，大家出门挂喙暗拢挂惯势咯，也毋过长时间来挂喙暗，原来袂使哩哦。讲这个皮肤会吸害去，除了会过敏，佫会生条啊，也就是俗称的喙暗条。皮肤科的医师讲，疫情期间来看条仔这个患者加出2成左右。当来这个天气愈来愈热咯，医师是来建议，若到空旷所在，就甲喙暗拔落来，透一粒开。啊，咱的面嘛较食较细粒，抹粉毋通抹伤厚，安尼拢会当有效来改善。要坐捷运先挂喙暗，搭乘火车请戴口罩。代替高铁嘛是共款来挂喙暗，不管离岛，若假使讲无保持距离，嘛是共款来挂喙暗。拿下来透气一下，不然真的太闷了。但是长时间安尼吸咧，皮肤可能会出现一粒搁一粒的条啊。我们潮湿闷热的地方，皮脂腺分泌比较旺盛。那皮脂腺分泌旺盛的话，有个细菌叫痤疮杆菌，这痤疮杆菌就会大量增生。那最近求诊的患者有多个1层到2层。这个条啊是粒啊，大部分拢是发伫鼻啊、喙四周围，啊，搁有下颌，尤其是长时间化妆，也是讲本身皮肤较油，或者是长时间挂喙暗伫外口咧做工课，拢要注意。因为你皮肤的油脂度增加，那清洁就要加强，少化浓妆啊，尤其是浓妆，然后用吸油面纸吸油也有帮助。有当时会当行去较空旷的所在，甲喙暗摕落来，透一下开咧。食的物件毋通伤重口味，啊，搁有就是甜的物件较减食咧，安尼面尿闭白的情形可能就会较少。